什么叫口腔分布式重建？能够让全口牙齿从功能丧失到完美的快速重建。麦先生全口牙齿松动缺失，导致咀嚼功能严重下降，面部支撑不足，吃不了饭，而且非常影响美观。他是特意从香港来找我治疗的，所以为了长期稳定的解决麦先生的口腔问题，经过精密的检查与规划，我们为他量身定制了分布式全口口腔种植方案。首先，在上颌植入6个种植体，并佩戴临时牙冠，让它立即告别缺牙。3个月后，种植体骨结合稳固，便进行2期手术并取模，为上颌制作12颗全瓷冠。在带入上颌最终牙冠的当天，为它的下颌也植入了6颗种植体，利用即刻负重技术安装固定的临时牙桥，实现了当天种牙、当天有牙的即刻修复功能。如今，经过3个月的下颌骨整合期后，取模制作下颌最终的修复牙冠，实现全口牙完美重建。种植牙完成後，看看麥先生如何評價郭醫生。我諗佢都已經做到叫做咧面面俱圓。我都曾經發自內心想講一句就係話多謝郭主任，講咗好多無數咁多次，但係唔知用咩表達好。中國人有一句説話比外國人叻好多，有麝自然香，唔需東風養。呢個就係我對你哋説話嘅感覺。多謝。